以赛亚书第21章，巴比伦倒坏的异象。这是有关沿海旷野的信息。光烈仔风对南部的沙漠扫过来，对旷野，对恐怖的地来。我有看见凄惨的异象，背叛的人继续背叛，破坏的人一直破坏，依然上去攻击米底亚，甲伊包围。上主要结束巴比伦所造成的痛苦，所以我的腰极力疼痛，亲像产妇在催阵。我惊甲什么都听袂到，我带甲什么都看无。我的心混乱，恐怖互我皮皮喘。我所喜爱的黄昏，互我疑疑准。因白色宴色，地毯铺好势，也食也啉。领袖起来，用油擦盾牌。主甲我讲，你去安排一个守望的，叫伊甲你报告伊看到的事。伊会看到军队、马兵一队一队，阁有骑驴仔的、骑骆驼的，伊着听，着注意听。然后守望的话讲：主啊，我逐日徛伫守望，逐暝伫守望台看守。看咧，马兵来啦，一队一队的来。后来，伊阁话讲：巴比伦倒落去啦，倒落去啦！一切的神明偶像拢讲喙来甲跪涂骹。哦，忍受拍喙，就甲跪拍卖场。我的同胞啊，我对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的上帝听到的，我拢甲恁讲啦。有关以东的信息，这是有关以东的信息。有人对以东在话讲：守望的，现在几间？守望的，暝时阁偌久才会过去？守望的应讲：早起时得要来啊，毋过还是暝时。你若爱问，做你问，嘛通阁转来问。有关阿拉伯的信息，这是有关阿拉伯的信息。伫阿拉伯的树林休眠的子弹相对啊，着摕水来互喙内的人啉。提马的子民啊，着带食物互逃难的人食，因为因逃避刀剑，得逃闪已经飞出的刀剑，因闪避已经扭开的剑，得逃闪猛烈的战争。主对我讲：伫一年内，照请工签约的年限，基达所有的荣华拢会无去，额经钱的基达勇士会剩真少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宣告：